由鑽石山巴士總站坐91號巴士去到相思灣站落車。落車之後，沿住隔離條相思灣路一直行到盡頭，就會有幾檔可以租獨木舟嘅地方，大約200蚊可以租一架船出海玩。我哋由相思灣爬到吊鐘洲，睇香港4大名洞之一嘅金魚擺尾。回程嘅時候，專登兜去吊鐘洲一個神秘洞穴度探險。我哋玩到時間好掹水，趕住5點鐘之前返相思灣交船。我返到相思灣望返轉頭，已經唔見咗4個兄弟嘅蹤影，唯有我返去交船先，同鋪頭講等埋其他人返嚟交船啦。